1937年9月23日，蒋介石伫罗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谈话，讲团结抗日的必要性，公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。国共合作宣言甲蒋介石谈话发表是第2摆国共合作。1972年9月23日，金庸小说《鹿鼎记》的最后结局伫《明报》刊出来。这部连载35个月的作品总算结束，互人遗憾的是，这个日子嘛是金庸正式封闭的日子。后来，伊就无搁写新的武侠小说啦。2004年9月23日，10大枪击要犯4球陈奕华走去中国3年外落网，被中国的公安为福建押解到马祖。中国出动直升机加上18名霹雳小组人员，全副武装押送回台。4球陈奕华犯罪集团犯真的惊抢劫绑架案，捌绑架当时的台中市议会副议长张丰年恐吓3亿，走去中国。当时，佫以公碟甲杨廷辉等人恐吓。